2024年10月4日，處方回覆林秀清代行。該回覆表示，有關棚架上的保護幕棚網的作用，根據現時勞工處所執行適用於建築地盤的安全條例中，並沒有涵蓋關於棚網或任何物料的阻燃標準。此外，根據本處人員對該地盤視察所得，該維修工程並不需要在竹棚架上進行熱工序、使用明火或易燃物品等等，而地盤內亦有提供合適的滅火設施，因此棚網發生火災的風險相對為低。而本處亦已經提醒有關的承建商，必須做好地盤內的防火措施，以防止火災發生。原址重建其實我哋講得好清楚啦，我哋唔會做啊。點解呢？嗰個時間太長啊，因為其實你冇得部分原址做嘅。立法收回業權點呢？我都清楚講過，呢個絕對咧係一個可能性嚟嘅。事實上，如果有少數嘅業主佢都唔賣，譬如話 A 到 G 座啦，佢銷毀咗㗎啦，都好難讓覺得即係整支樓長期嘅存在，對大埔區都唔係一個理想嘅事係嘛？咁呢個其實我哋眼前咧，希望我哋嘅專注咧就係你情我願嘅，我同佢係買咗佢嘅單位先。咁如果係剩下嘅業權真係要立法去做嘅時候咧，都有機會可能係到明年，我哋同立法會傾啦。我在被下架的節目內說，鞠躬致歉是主次，強弱誰欠誰的一個儀式，沒有鞠躬，整個善後是在長官居高臨下的方式下進行。他說無這個選項時，不需給出充分理據。鞠躬是政治上承認做得不理想，帶着虧欠去做善後，現在沒這基調，現在讓人感覺仿佛是高高在上替你解決問題，你仲多多聲氣。